主要係因為工作原因頌缽好 hit， 自己試過一次覺得好有用，所以就學咗一套靈性嘅手法。因為我對靈性嘅部分冇太大嘅感覺，但係我要教人喎，咁我又比較需要講得出背後個原理啦，咁我先教得安心。所以呢，我自用冇教人。不過我後來都有用嘅，自己覺得好舒服，但係我就研究下究竟可以點樣即係又教到人又用到頌缽呢？直至我發現原來有一套純粹科學嘅手法去用頌缽，例如點樣透過佢嘅聲音特性啦、科學原理啦，例如低頻聲音啦，去影響我哋腦部運動，即係降低我哋高頻情緒等等。成個嘅邏輯背後嘅原理係一步一步好清晰嘅，咁我就覺得我可以教到人，我可以解釋到中間嘅變化，利用呢啲特性去幫人。我諗除咗聲音之外咧，仲有另外我哋比較着重嘅共振同能量咧，都係唔係用靈性玄學嘅角度去認識頌缽嘅，而係咧透過佢個物理特性啦，例如個震動個力點樣產生，應用到喺身體上。例如能量，點樣將一啲嘅溫度帶到入我哋嘅身體，造成我哋身體入面嘅變化，改善我哋嘅健康。呢啲全部咧都係用物理啦、生物學啦都可以解釋到嘅。所以呢個位咧就係吸引我嘅地方啦。因為咁咧，所以我哋就即係希望將呢樣嘢推廣出去啦，所以創立咗科學頌缽研究所，將科學頌缽嘅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一套療癒手法咧，同大家分享。